米高沒復電，觀感不正面，事後仍需顧體面，2萬數目再加添，債主未出現，風光的背面，讓事情曝光告一段，信譽欠奉無遮掩，中谷欠錢梗要還，米高好艱難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苗疆廣場。首先請大家俾個 like， 留個言，同埋分享我嘅影片，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如果我有新片就會通知大家噶啦。有你哋嘅支持，我會做得更好。利益申報，我自己係有參加中年好聲音2嘅海選，不過技不如人，結果係入唔到100強嘅。人氣王顏米高俾人公開追訴，細節唔講啦，因為其他網台同埋媒體已經報導過，咁我就簡述呢件事嘅來龍去脈啦。根據 WhatsApp 嘅記錄，債主阿 Leo 係叫米高做師傅，而米高就用兄弟稱呼佢，咁我就簡稱佢為巴打。巴打話一個響22年年尾要做足12個月嘅 job， 2萬工資仲未收到，而巴打亦都收到風，確認咗間代理公司已經全數支付咗俾米高，即係代表呢個 job 嘅工資米高已經代代平安啦。而巴打亦都完成咗佢嘅工作，要求出糧，天公地道啊！但係米高唔覆佢，唔應佢，巴打有汗出冇糧出。從阿巴打追訴所用嘅方法以及時間，絕對唔係煩到阿媽都唔認得嗰招奪命追魂 call， 公道自在人心，所以網民傾向幫巴打，亦都合情合理。講句公道説話，巴打就算未至於宅心仁厚，都可以話係厚道有加、忍耐有餘㗎啦。我咁講，相信大部分嘅網民都唔會反對。將心比己，大家一場朋友，真係唔掂嘅，咪單聲咯。正如網民話齋，每個月還幾百，分期又好，攤薄又好，點知你乜都唔做，真係啲啲誠意都冇，逼到人哋行到呢一步。單嘢如果唔係揚咗，你會咁順攤？仲好意思話人 hurt 你？有事慢慢講，幾個月都唔覆啊，點講啊？嗱，你話係咪攞嚟衰呢？敬酒唔飲飲罰酒，殺到埋身，水浸眼眉，先至極速批核，立即過數，效率之高，可謂拍得住財務公司啊！米高作出嘅行動同埋回應，所謂嘅道歉，俗稱補鑊啦，真心個鑊補得唔靚。參考中年好聲音嘅賽制，100分為滿分，米高今次補鑊嘅成績，我俾佢65分，其中有20分，鑑於佢俾多5000蚊個朋友，本着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，你豪俾人，人豪俾你嘅精神，呢20分你應得嘅。唔知各位又會俾幾多分米高呢？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為咗緩和一下繃緊嘅氣氛，不如大家聽翻首歌仔先。如果過多誠意地，face 方面冇定期，等到 face 方面翻返嚟，誠意地就唔爭氣。兄弟點撐你？有危就有機，如果能夠好好把握，適當處理，用誠懇真摯，甚至乎謙卑嘅態度，堂堂正正向俾你拖糧拖足2年嘅巴打，真誠地公開道歉，將負面變為正面，扭轉乾坤。話唔定之前唔 like 你嘅，因為咁會成為你嘅粉絲。隻鑊補成點？咁就見仁見智啦。作為顏米高嘅支持者，當然會愛護有加，鼓勵、安慰、讚賞、支持、維護等等嘅留言都可見一斑。由此可見，中年好聲音2人氣王嘅稱號並非浪得虛名。相反，表示對米高冇咩好感，亦大有人在，話佢個樣好奸啊，好蠱惑，有啲就話覺得佢個人好假，好樣衰，相由心生等等。講到呢度，有啲人可能會覺得唔應該批評人哋嘅外貌，以貌取人，
好膚淺。前提係米高冇發生呢單醜聞，咁雖無過犯，面目可憎，就傾向主觀性啦。點解我會作出以上嘅陳述？咁多嘢唔講，講人哋個樣，陣間你哋就會明白㗎啦。偶像俾人哋負評，作為擁躉嘅，或多或少都會硬住，人之常情。但係米高作為一個歌手、藝人、公眾人物，而家出咗新聞，仲要負面嗰隻喎，新鮮滾熱辣，外界談論你、批評你，好正常。到你出新歌、拍電影，就唔知會唔會有咁多人關注啦。中一、中二、中三，或者仲有4、5、6、7、8，唱歌叻、唱歌勁嘅人多的是。中年好聲音1、2我都有睇。中一主要睇龍庭，中二因為有認識嘅人入咗100強同60強，所以有追嘅。實話實說，當時對顏米高第一個印象同埋感覺2個 K，MK 同 PK， 純粹係個人觀感啊。我之前講嘅嘢其實係一路鋪排緊我而家想講嘅嘢啦。綜合以上種種，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講，顏米高絕對適合響娛樂圈發展，仲要歌影視三棲嗰隻喎，唔係講笑。靚仔靚女，娛樂圈電視台從來唔缺。好話唔好聽，粗鄙啲咁講，真係大 L 把。如果我係 TVB， 退1萬步又好，集思廣益又好，將網民對米高嘅觀感就當係一個小小嘅市場調查，因應米高外觀嘅特質、潛力，將佢打造成為一個新一代嘅性格演員。我講堅㗎，打鐵趁熱，嗱臨安排一個角色俾米高，唔使諗，幫你度埋，就愛回家開心速遞啦，唔使多1、2集試下水溫，掂嘅就皆大歡喜，唔掂嘅就叫佢返屋企，做咩角色都幫你諗埋。逆向思維，唔理你監製定阿珍姐，總之話得是嗰啲，一於安排顏米高做追數佬，食住反差嗰個張力、爆炸力，再俾啲幻想力，一個追數佬嘅角色將會呈現響大家嘅眼前。奸得嚟有啲蠱惑，蠱惑得嚟有啲 MK 得嚟又型型地，再加少少懶係嘢，掂啊！米高本身係導演，做戲應該唔成問題，角色中定奸唔緊要，最重要係有得發揮。如果做反派做得出色，一樣可以殺出條血路，奸出個未來。本着勇於創新、大膽嘗試嘅精神，行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路。生日 party 上，米高亦宣布自己工作上嘅新動向。米高嘅電影執導項目好快正式開拍啦。上年嘅3月講咗話個電影會喐，咁啊喐到今年嘅3月呢，終於就到啦，個撥款終於都到啦，真係會喐啦。顏米高話佢嘅撥款終於批咗啦，準備開戲，仲邀請佢啲粉絲去 casting， 恭喜恭喜！歌藝了得，拍埋戲，如果入埋劇組，仲唔係歌影視三棲？梗係唔止啦！如果我係財務公司，趁住個熱度仲有餘溫，一定揾顏米高拍廣告，兼且要去唱埋廣告歌。由於時間關係，廣告歌隻 demo 已經準備好啦。財務要周轉，巴打有急事。誰能預計預知？誰又會 help me？盡快病可以，審批快在 AC， 值得信賴，批得夠快 A cash。中谷借錢梗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